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永健，欢迎收看6月27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的消息。延空炮校的搬迁加规划是目前地政局重点推动的开发案之一。相关因除了公开说明炮校第一期工程将于今年9月完成等等的事情，同时嘛说明因运用无人无人机这项新的科技，嘛要来随时控管工程进度的新政策。延空炮校开发案采用分区分期的方式办理，总开发的面积大约是83.5公顷。目前进度已经达到8成，预计107年的9月份就当完工。市府的公共设施用地到时阵也会当得到济效益。我们开发的效益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取得41公顷的那个公共设施用地，如果41公顷的话，如果以那个每一坪10万块来看的话，大概我们至少可以节省120亿的整个我们取得公共设施的经费。所以说这整个，而且我们这次的开发效益的话，因为我们这是整体开发，所以说我们有把整个那个公园，还有那个滞洪池，还有总图，还有道路一起整个开发完，所以说可以提供一个完善的一个居住环境。地政局也运用着上盖新无人无人机的科技，对空中做监看，快速来取得空间甲地形的详细资料，让每一项的土地开发会当规划了更加精准。我们地政局有买一台无人飞机，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无人飞机也可以用来控管我们整个开发的进度，所以说我们在每一次都会定期用无人飞机去飞那个整个工区，来了解它整个开发进度是否严当，来管控它的品质。运用无人无人机这款高科技，进行着土地规划甲开发，大大来提升着效率，也让台南整体环境变甲更加好。台南新闻网号采访报道。这个比赛当持续办超过10档，开始真无简单。其中由上注册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就是真好的例。伊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比赛，7月21号特别对安南区开始。主办单位除了日前邀请民众拥有报名参加今年全新的赛程，更特别的是呢，总决赛包括中青组甲社会组的前3名。录音档到专业的录音室录一首歌，参像唱片歌手同款的资格。由上注册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主办的卡拉 OK 比赛，对爱在社区到用电视爱社区为主题，已经行过11档。根据统计，已经累积将近3000位参赛者，无分男女老幼报名参加。不仅成为社区歌唱班的学员一个练习验收的舞台，成功带动亲子、夫妻以及亲戚朋友组队报名培养感情，甚至去因友谊朝向歌唱艺人这条路的少年朋友上好磨练的管道。比赛当中，大家除了比歌艺、比造型，嘛比创意。对每一档总决赛胜负，就是上好印证。伫今年第12届比赛7月21号，就将对安南区登场，再次邀请想要报名的民众卡手带劲。如果你不想要，安南区黄宪荣，我没有非要一起遇到老。能够告诉我是否安南区林大奇，就等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安南区李银轩，感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用电视爱社区 VV 宽频 VVTV 卡拉 OK 欢唱赛的长期支持。那今年第12届我们又要开始了。那我们从7月21号在安南区举办第1场的初赛，所以也非常欢迎各位专业的歌唱选手，或者是您对歌唱有兴趣。那喜欢在台上表演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马里第12届卡拉 OK 比赛主办单位为了全新的呈现，不止伫规则、伫比赛办法顶面有所改变。为了公平起见，所邀请的评审嘛拢是全部换新。加上现场有奖征答，每一场拢制出液晶电视的抽奖，加总冠军的机车大奖以外，今年特别的是总决赛各组前3名，总共6名，也可享有参唱唱片歌手同款，会当到普罗级的录音室录一首歌的资格。那今年度的奖品呢？我们除了决赛同样是提供非常好的商业机车1台之外，那另外当然还有一样非常多的这些奖金跟奖品。那除此之外呢，今年度我们也会跟专业的录音间来做合作。那我们把决赛前3名的这些选手都可以录制一张专属他们所有的 CD 单曲，那可以让这些选手留作纪念。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报名。优刷电视卡拉 OK 比赛长期举办落来，不止成为台南地区指标性的歌唱比赛，更凸显企业的回馈，带动社会用歌唱交流，让老一辈加出户外用心。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爱乐管弦乐团今年公益巡回演出场面上大一场，这个拜六将伫演空社交中心内展开。乐团表示，除了要借音乐，互更较侪弱势团体呢感受到社会上爱甲关怀，同时嘛推出全新制作的儿童公益音乐剧，或者送是老大，就是宣传反霸凌的理念，相当精彩哦。借由美妙音乐以及迷人的歌声，台南爱乐管弦乐团今年2018年公益巡回演出就要开跑，已经举办到第9届台南爱乐公益巡演。在咧团长唐旦祥的积极走动之下，一档比一档办甲更加盛大。今年有较侪支持企业以及接受帮助的爱心团体来参与，也让团长唐旦祥用音乐来帮助弱势理念更加发扬光大。同时，今年也专心制作儿童公益音乐剧《送是老大》，用音乐来甲大家讲团结反对霸凌的重要。唐老师说故事的，其实本来的出发点是3-5个老师，个人各说各话。小提琴说我很厉害，因为我技巧最难；大提琴说我最大；小喇叭说我最大声。每个乐器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乐器都吵架，吵到最后做不了一件成功，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功。从这个地方，其实我这想让小朋友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团结合作，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优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优点，像每个乐器它都很重要。我们模仿鸟叫的时候，我们会用长笛，我们不会用小号来模仿鸟叫。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作用，那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国家里面，团结起来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表面上是介绍乐器，但事实上我们包装的是要反校园霸凌、反性别歧视，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也很高兴我们这部这个剧本呢，能够让那个文化部重视，很感谢。这尔多年来，台南爱乐用心，也让真侪人拢深深受到感动，也对因大大的呵乐甲支持。2011年一直到现在它这个是爱与关怀的系列关怀弱势老幼到偏远智力偏远教育。这种的活动这种公益的巡回，用音乐来表现，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支持。所以每年这时候，我们跟爱乐的我们的指挥以及他们的伙伴团队，我们都在议会里开一个记者会。我想这种活动，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更应该支持他，让他们能够从整个社会里面，更让大家感受到音乐可以发挥到极点。能够把点点的音乐化成很多的大爱。台南爱乐2018公益巡演上届盛大一场，就将要伫咧6月30号这个拜六，淡影空社交中心的演艺厅来登场，全部拢是免费入场。安尼趣味适合亲子的音乐响演，也期待较侪民众前往聆听，感受音乐的美好。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也来关心医疗资讯。针对椎间盘突出问题，阿南北脑神经外科医生严正新指出，因为该镜头通常拢发生伫40-50岁男性，嘛是家庭经济来源，一个发病就可能影响整个家庭。不过医生强调，只要接受微创的手术，不止痛痛会当马上改善，而且短时间内会当回去工作。微创灵骨手术是目前国内外积极发展的手术方法。伊的特色就是小小的空喙，使用特殊的机械甲工具，透过仪器的辅助来完成手术。嘛，因为伊的空喙较小，破坏的所在较少，所以会使减少手术后的痛，嘛会使减少住院甲倒床的时间。一般来讲，传统的手术大约爱住院1礼拜。但是微创手术只要住院1天到2天，甚至嘛免住院就会使出院。亲像这位韩先生，最近打完手术，现在嘛感觉非常的轻松。这种手术的话，跟传统手术最大的差别就是伤口非常小哦，所以病人通常都是隔天早上就可以出院回家。那当天手术完哦就可以下来上床走路。那疼痛哦，术后疼痛就会改善的非常多。那伤口非常小，所以病人其实不太会痛。那这种手术的话的适应症最主要就是单纯的椎间盘突出。哦，那如果有脊椎有滑脱，还是说有严重的狭窄的话，这种手术其实就不适合。术后的风险非常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容易复发。据统计的话，复发几率大概1成呐。那主要跟患者回去的自己的身体照顾有没有关系？哦，那最重要就是术后1个月内不要去搬重。哦，搬重之后容易软骨再掉出来，容易就复发。如果患者能够乖乖的不要搬重，不要弯腰，1个月后大概通常都没有问题。走路真的差很多啊，个加足轻松呢，袂讲像之前你行路，迄落会压，像迄种压迫安尼啊，行袂远，差不多行10公尺，你就站袂住，一定爱扶落休困一下，啊，你要起来较好行，啊，即嘛免安尼行。我开刀了，我当工算下晡，我家己出去行，个空阮是大人出去安尼行。行要几点钟，拢袂感觉会酸啊啥呢？现在安南病院嘛伫空嘴的照护顶头非常用心，甲俗称伤口胶水运用伫微创龙骨手术顶头，互病人伫照护过程当中更较轻松方便，毋免惊空嘴感染，嘛会使互空嘴更较美观。伫厝内洗身躯的时阵嘛，毋免惊卡到水，毋免消毒换药啊，互患者完全毋免烦恼空嘴照护的问题。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了解，一名57岁男子被验出肝有1粒11公分的肿瘤，虽然医生拢讲性命只剩10个月尾，不过好在在后生灌出的肝内移植，才互患者挽回性命。据医生强调，治疗肝癌的方法虽然真多，但是手术搁再压起来几率嘛高达5成到7成，所以移植肝脏是比较较有效的办法。肝癌长期拢是固定主要的死因之一。上主要原因是因为肝癌较熬发生伫已经有病理变化的肝脏顶头，所以其中以慢性肝炎甲肝硬化的患者是上熬发生肝癌的危险族群。肝脏已经有病理变化的患者，医师需要同时考量肿瘤、肝的机能甲病患的身体状况，所以会使接受手术切除的并无多。医生强调，治疗肝癌的方法虽然真多，但是搁再压起来的几率嘛是真悬。手术切除了的病人，5年来复发的几率高达5到7成，因此换肝是上好的治疗方式之一。肝癌的治疗很多方法里面，肝脏移植存活率最高。那为什么没有做很多呢？我刚刚提过嘛，哈，它需要捐赠者。台湾捐赠率1年100个出头。我说那个实体捐赠，那活体当然就看家属的意愿。那手术费用高，我们一个肝脏切除出院的时候健保给付不到10万块，那肝脏切除。肝脏移植可能要100多到200多，啊，手术风险在肝脏切除的手术风险几乎是个位数的，几乎是死亡率大概1%到2%，非常低。那肝脏移植目前大概还是1-2成左右，还是比较高。不过它的存活度是最高，因为你把那个病肝拿掉了，
你几乎就不用考虑复发的问题。还是有，我刚刚提到15到15%，没有办法100%都没有，不过这个存活率就高很多。医生嘛特别指出，积极的治疗是保命的重要关键。治疗的时阵绝对袂使拖，爱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美食，包括鸭红炒韭菜、猪鱼炒木耳这两项客家菜。而这两项到底有甚款特别嘛？共一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晴。很高兴今天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出现好多好吃的料理，今天我们节目应该是要介绍客家美食，对吧？哈哈，小晴啊，真见来见强哦！一看方面，就第你见本嘢，我嚟介绍客家美食文化。西本西炒嘅猪希望里炒木米，老鸭凤炒韭菜。在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单元中，就有介绍过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单元要介绍士文式炒另外2道，叫做猪肺黄梨炒木耳和鸭红炒韭菜。从今本日我嚟介绍客家美食文化西文西炒嘅猪希望里炒木米，老鸭凤炒韭菜。炒顾名思义，就係用熱油炒嘅材料。頭擺客家人為到無愛浪費食材，炒石頭生嘅以後，當到位使用內臟揀入嚟嘅全菜。快炒凸顯出客家人全謙自家嘅意涵。頭擺客家人平常時就當生謙，逢年過節就免不了會邀請親戚朋友來團聚，太太享受一下。湊就睇親戚朋友嘅時節啦，做唔得搶食中華小菜啊！唔過啊，要做唔得太過於大上浪費，後來慢慢演變出一道菜出來。今天我们节目单元就来介绍客家的4炒中的猪肺黄梨炒木耳和鸭红炒韭菜。猪希望里炒木米，其實就係你客家話講嘅鹹酸甜。鹹酸甜，怎麼說呢？豬希望里炒木米，你客家話按到鹹酸甜。鴨紅菜啊，係煮鹹嘅米絲哦。黃梨就係鳳梨，當然食起來嘅米絲就會有鹹鹹酸酸甜甜。原來鳳梨就是客語說的鳳梨。那這個豬肺現在還有人在吃嗎？小晴講到重點哦，亞下人啊，係冇用呢個豬血來做食材咧。亞下大部分嘅人啊，就會用炒豬肉啦，冇就用呢個上江肉來做食材。我是聽過下嘅斯坦人講哦，頭擺客家人種黃梨就會來做菜嘅。嘅下嘅黃梨啊，冇改良過。當酸，根本做唔得出隻來食。就當奇怪哦，一黃梨拿來做菜啊，不用人來提味，一黃梨嘅米絲啊，就變到酸酸甜甜。然後你豬肉向下炒啊，嘅豬肉咪變到鹹酸甜，要加上呢個木米呢，要咪係自家種嘅。一木米呢，有亮亮的一啲嘅香味，然後黃梨豬肉向下炒過，變到嘅薑絲，有冇？
有冇？你嘅觀眾朋友啊，見看見流後難水了。哦，老師應該是我邊聽邊吞口水了啦。好嘅，你客家菜呀，要幾想念絲咯。想念絲，正經很想念絲呢。咦，那另一道鴨紅炒韭菜呢？那我亦學嘅鴨鳳炒韭菜呀，鴨鳳就係鴨嘅血，你客家人講咧血，稱作講鳳，有雞鳳、豬鳳，用淡淡會先用咧個鴨鳳咯。是啊，為什麼呢？也個雞鳳、豬鳳嘅口感啊，較硬較澀哦。先用咧個鴨鳳啊，係因為鴨鳳嘅口感啊，較嫩較軟，故所就用咧個鴨鳳。韭菜呢，有的地方係講快菜。韭菜有些地方講快菜，又是怎麼說呢？韭菜啊，有的地方講快菜，係因為咧個韭菜成熟嘅速度啊，當家哦，差唔多啊，個3禮拜嘅，要差唔多就做得個割來煮來食啦。故所咧個韭菜呢，有當然就講快菜。哦，原來是這樣哦。你今本日節目單元來介紹客家詩文詩詞，其中2項嘅竹希黃梨炒糯米、老鴨鳳炒韭菜，論證來講係當符合你哋客人嘅養成嘅材料哦。所以觀眾朋友呢，有空不妨自己煮來吃，打打牙祭哦。係喲，講定啊，你好客自家天使學院，今本日就講到呢咯，也嗱你觀眾朋友講爭來了哦，爭來了，爭來了。現在趕快來關心詳細天氣變化。馬仔是這會午地將轉好天氣，溫度27度到32度，落雨記錄3成，海面平均風力5級到6級，上大陣風9級。介紹收看6月27日中嘉台灣電視新聞，咱再會。